嗲厝哦，毋是啊，过年前你装潢啊，所以有足侪声诶。你的模拟就对啊。表演节讲就是录音的时候拢会出现即种声，所以咱今仔日会出门就是即个原因。嘿啊，因为无所在通好录音。对啊，你敢有甲迄咱伫仓库录音的相片抛起哩？以后以后再抛诶。阮即礼拜才甲阮伫仓库录音的足可怜的相片甲抛起哩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阮等下要出门啊，要来去来宾因公司录音。有够紧张的啊！到底去因遐录音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毋知。敢会笑甲变过，还是讲敢会足紧张的？每一集拢安尼。啊，我是足惊讲到时阵去现场，结果无法度录音。干嘛呢？我知，因为我甲知向，譬如讲安尼，讲安尼咻咻叫的。咱是伫外口录音哟。我知，真久无出差啊，就请听众朋友甲阮做伙用一个期待的心，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跟台词。如果不是没有写朋友台语聊出来，还是啦，这我的特色啦，这我的特色啦，这我的特色。伊最近就是伊今年度2024年，伊就是希望讲，对，嘛无安尼啦。咱想讲家己足厉害，好，咱的来宾已经出现啊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我讲话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婉婷。我未 Q 你，自我介绍。歹势，无要紧。好来，婉婷是倒位人来？你咱直接进入主题啊，莫个算啊。婉婷是台南人啊。对，是去食牛仔水了哦。我在想讲奇怪，白白咱咧讲的是伊是调工的哦，调过的。无，对啦，伊调过夜，伊调过都发出来，互伊楼梯紧就来啦。好，伊调过夜啦，嘿，是真正有特色。对，我甲恁讲，我是台南满豆人，满豆青哦。但是有看到咱先生人就知影讲，油啊迄集伊都有出现啦。对，我台南小港子啊，嘿啊，你今日是安尼啊假啊？听众朋友会想讲奇怪，这跟我伫电视听到的陈婉婷那无共款。听众朋友伊小甲强要黑姑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演员，所以平常时啊，这声会当咧变来变去。所以你这部面拢是演的，演的啊，基本真是。这周日你有听到无？伊伫迄这部面的反应拢是演出来啊。系啊，无共主题，我就演无共款的啊。安尼啦，你演是要演什么款的主题？台语的主题，台语的主题拢会使，拢来试看觅。哟，啊，听你的开口听起来平常时有伫讲台语哦，恁台南拢讲台语哦。台南讲台语应该是算较济，哦，我平常时啊是因为甲厝里的人拢讲台语，啊，你即摆会台北有人甲你讲台语？无啊，有啦，那就是恁啊，上节目啦，还是讲去表演戏的时阵较常用着台语。但是听众朋友你有听到伊平时讲的迄个开口啊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台语人啦。哎呦，欢喜一个啦，安尼啦吼，你等下莫落差了喂。我即摆一定，我这叫啥？过耳康，过人康，过人康，过耳康，你的耳康你老看。哎，水兔仔，袂看咩人家学落字，过人卡咧老寒，对，好，你莫现互阮看到。好，所以你是台南人，平常时伫厝里就是甲厝里人讲台语，但是伫咧台北较无机会。无毋对。啊，你刚刚有想着讲，阮会用即个主题来甲你开讲？无，真欢喜，我感觉会当用即个主题来开讲，我感觉恁真有眼光，真有眼光。安尼说是咧。毋知影要讲啥安尼啦。今日真欢喜会当用台语来开讲这个主题，毕竟讲这个主题是较魔幻啊。较啥物？较魔幻啊！魔幻。伫咧魔幻进前，咱现在讲一个甲台语有关系的问题。好，甲台语有关系的问题。你今日是咩？我紧张，我过人卡嘛，当然。然后朋友阮遮水灾啊，现场做水灾啊。好啦，讲倒来，就是我咧看婉婷的 IG，有翕一寡短影片，顶悬就是用台语讲的，而且嘛会加上就是罗马拼音雅语、台文字，想要问讲这个想法是倒位来的？我迄个想法其实是有一天我看到。公司台语台吧，我甲你讲，我是公司台语台迄卖种替混呢，嘿啊，恁拢有出迄足古水的
图文啊，看面册学台语，嘿，对，啊，我就想讲，你嘛会使学一个，我嘛来甲你学一个啊。无啦，主要佫是我看到有别人拢用韩文啊、日文啊、英文啊，因咧分享因的生活。我就想讲，我嘛会当用台语来甲大家分享我的生活。对啊，你真赞。系啊，一开始当然，因为我会晓的事，无讲真正遐尔啊济，我就用我会晓的，简单的来甲大家分享。所以为着要互伊对着恁的骹步。好来，互你对，嘿对，所以我就想讲，除了用讲的以外，我哪会当甲迄个伊的罗马字甲写出来，讲袂定会看起来更较专业。虽然我在底是有去找老师学过，毋过我是学了小可哩哩啦啦啦。毋过有这个心嘛，嘿啦，有这个心。毋过若定定当着袂晓的字的时阵，就是查书店啊，嘿，查书店，啊无就是真正有看到迄个单元叫做啥？看面册学台语，看面册学台语，对，就甲伊用入去，安尼。所以就是家己本身一个，就是对台语的心，想要来去做这件代志，来去做安尼。系啊，敢有鼓励身躯边的人，敢有得到什么回馈？譬如讲，有，回馈哇，学到新的字。对，我感觉最欢喜的代志是，真侪人，就算无熟悉的人，伊嘛看到我，向我讲，我有看到你 IG 顶管迄个短影片，我看你讲台语，我感觉足古锥的，我嘛会当对你讲，无介困难的字，我会当继续，让他做伙咧学新的物件共款。我听到的时阵，我足欢喜的呢，因为我本来想要做的，毋是讲啥物，我要教大家讲台语，要啥物做困难，我日常的用语啊，你是想要用你家己本身的语言，因为你自细汉就讲台语嘛，你是想要用台语甲大家分享台语，对，就是安尼尔。我想讲，哇，原来即件代志是无想的遐尼困难，我若想要去做的，当影响边啊，佫较侪人。对，听众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就是安尼，你想要讲台语，就算讲你学台语，你感觉讲你台语。就算讲你感觉家己的台语无啥练顿，讲起来可能讲嘛是讲家己有啥物问题，但是你千万毋通因为安尼就毋敢讲。你看，就像阮定安尼，伊讲伊加一个分享，加一个做，咱每一个人拢加甲一个人讲台语，安尼台语就会当继续传落去。嘿对，而且我迄 IG 短影片上尾啊，我是甲伊合作太好玩了吧？对，因为上尾啊拢会讲一句这，但是因为我咧做即件代志，佮咧讲这个话时阵，我拢感觉就好耍诶，真诶，家己做一个节目起来呢，对，听众朋友听到人紧去追踪咱稳定去看起来哦 ，IG 啊，看起来，对起来，来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你拄则讲你翕影片的过程中，若是拄着毋知影的字，你会去查水卡，大概随时发生啥物代志？这间房间有啥物奇怪的？毕竟咱今仔日的主题是较魔幻的啊。听朋友，阮今日就是学白边出任务安尼，阮今日出差。今仔日的 IG 片段，不是 IG， 今仔 NG 片段可能会加袂完。无，这个是直接可能诈骗来对啊，无要甲。主管会听甲起笑，主管会起笑。咱先甲主管甲听众朋友讲一声，是嘞，请多多包涵啦。对，阮今日黑白边出差来到就是阮定因的办公室。最近就是听众朋友，阮袂记咧甲阮团起来，阮顶礼拜伫一间仓库内底录音。阮就是甲伊箱啊搬来啊，贴起来做桌啊，阮两个坐伫边啊，伫遐咧录音。哇，你啊可怜，一间暗房间。哎呦，安尼今仔咱魔幻的主题应该是爱来遐啊。我惊到时阵可能录音诶，佫有啥物其他奇怪的空间，收着无共款的声音。对，听众朋友知影讲，我进前就是伫迄个空间内底有一个就是 echo， 就是哪像有人安尼甲我喙按掉咧安尼。好啦，摆也袂讲啦。所以你毋知影书除了就是去查书店，你书店拢去倒位查？网络顶管。网络顶管，对，因为我有听恁的节目，嘿，我知影恁有一个迄个新书，无一个业配过来咯。我听到阮这无说哦，是这个人家己要来讲，因为我真正有听恁的节目啦吼。哎哟，系啊，所以我就去查，会当看到，比如讲我直接拍华语的字，啊，就会当找出来，甲建议讲这台文会当安怎讲安怎写呢？对，而且阮佫有录音。啊，你若是有一寡揣无的字，你马上写批甲阮讲。哦，对，啊，其他就是佫有教育部啊。教育部啊，教育部的爱台语。哦，对，但是爱台语的部分嘛是爱甲大家讲者，因为爱台语是每一个人拢会当。去编辑。每一个人拢会当去编辑，所以讲你若是查爱台语以后，其实你嘛是上好是佫加揣一两个啊来对一个。啊，佫有一个较无人利用啊，我会当甲大家建议者。
甘字典啊，甘字典，对，甘啊甘，阿甘正传哦，对，迄个甘字典，甘字典因为伊即个物件是拄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古就是早的，对，因日本人就是编写的字典，就是咱较古早的一寡词，因拢有甲伊收入去。所以其实你若是会晓看拼音的人，其实去查迄个书典，能查到更较侪字。哦，我嘛去用迄台日大书店，哦，台语大书典嘛真好。迄嘛是日本人收集的。对了解，多谢恁的你嘛会信息。使拍电话互我啦，哎呦，来，先直接 call out 安尼，直接 call in call out 抬掉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里面哪讲？安尼你就去互我抬掉。就是诈骗结果卡来。本来想讲要问问题，结果叫互抬掉。好，过来就是要讲到咱今仔日的主题啊。魔幻的主题要开始啊！魔幻的主题，对，就是听讲婉婷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去学习这个宠物的沟通，要请你甲阮分享这个过程。因为我本身有饲4只猫啊，我是因为我输啊，你莫甲我看我输啊，我输差一只，差一只，我3只。哦，你3只，安尼嘛是介济啊。我迄阵因为我较早未去学宠物沟通进前，我都有找过沟通师。对，嘿，迄阵我就感觉讲，哇，这件代志实在是太新奇啊！伊哪会知影阮兜饲料坑伫倒位？对，迄个伊猫的变数，嘿，对，伊哪会知影讲这猫仔咧变数的所在是伫倒位？哎呦，这是通灵哦。对，尾啊，就是因为过2-3冬了后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拄啊好有时间，搁拄啊好有其他演员的朋友咧招。讲有上想要来，所以是会使招团去报名，嘿，无找我去，迄阵还袂熟悉啦，好啊。我即摆才甲咨询，这时阵来手你先好你，这时阵去骂迄大牌，你奈无甲伊讲，本来你嘛有兴趣，对，所以我迄阵就去报名，结果我去上课了后，其实我头一遍完全无收到任何的信息，所以这敢有需要天分？我感觉有呢，有需要天分，有的人伊个本身的体质就较敏感，可能根本。老师小可甲你点一下，你就甲我讲哦，原来我开开啊，嘿啊，真正收到4面八方来的消息的呢，嘿啊，我伫边仔就讲咧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啥物拢无啊？嘿，迄头一遍其实做无信心，没想讲系啊，我就是，我可能是无适合啊，我是无适合做这适合啦，我是阮到你要白甲我讲话，系啊。所以恁第一开练习的对象是家己的动物，家己的动物，会当知你看。对啊，就甲伊讲话啊，看伊当我有感受到啥物无啊？老师我啥物拢无感受到，老师就讲你想想这啊，你想想这啊，你放较轻松，放较轻松。我毋敢叫呢，继续饲啊！我惊到人家甲我叫。袂啦，大家拢食到歹食的物件，无人会拢食固定的物件。你等你知影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主人家己要改变的啦，无需要鸟来甲你讲。对，老师叫恁放较轻松咧，对，就叫我放较轻松。毋过后来迄边我甲讲，我可能无即个天分，我本来想要放弃啊。对，是尾啊第2遍，佮有一个朋友讲伊嘛有去学，伊感觉袂歹。迄遍是单一节课尔，我想讲一节课无就过来试看觅啊，有就有，无就刷，就真正无啊，无天分啊。对，叫迄边去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心情真正放较轻松，感觉讲，你就想讲无就准时刷，无就准时刷啊，所以我迄边去，我练习的对象是老师的猫啊，甲伊的狗啊，哇，迄工就真正敢若4面八方来的消息安尼。安尼啊，我真正看到伊的形，佮伊平常时拢走去倒位，伊拢爱食啥物物件。但是一般人听到的迄就是沟通进前，毋是爱先看伊的相片，就是看伊的相片，我是看伊的相片，用相片就会当沟通啊，用相片就当沟通。哦，这上课敢会足贵的，阮偏普通人刚好都去上课。我嘛是普通人，你莫安尼。我感觉好厉害演员呢，演员就是上善的一个行业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唔通安尼讲，我这配音更较善啊，好啦，对，就是我感觉学费无俗，刚好超过5000，有。搁较激烈，所以一边上课差不多上偌久？一边上课差不多拢半工，较济的课拢差不多是2个规工的，2个规工的啊，但是你讲的超过5000，搁较激烈，安尼就是所以2个规工的大部分听到的钱拢差不多1-2万。我可能暂时无法度学，规工拢甲伊沟通安尼哦。拢会毋过其实每一个
沟通师来教的物件拢无啥共款。我最近就是遇到另外一个沟通师，伊是我学校的学妹，嘿对，啊，伊咧教的方式就是佫无共款，伊较重视直觉即个物件。伊就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练习直觉。比如讲，我感觉最近有一个我感觉足趣味的一个经验，就是旧年啊金马奖，对，金马奖有办一寡讲座嘛，对，有邀请做一个日本来的影星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满岛光，抽乱，是抽乱的吗？再唱一你等下再唱一个啊！15秒有版权的问题。对，就是满岛光。迄个时阵，因为阮面册顶悬做侪人，迄天要去听伊的讲座，大家拢做欢喜的，对，做期待安尼。对，做侪前辈哦，佮有大导演啊，还是啥物创作者拢伫遐咧，大家拢做期待的。迄天大家就好耍咧，要讲无，咱来要看下，伊今仔日穿啥物衫？伊的造型是啥物款？我就感觉讲，哎哟，安尼我嘛来试看觅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头壳内底就有一个形出来。我看到伊穿红色的衫，对，伊的头毛是绑落来的。对，毋过其实我看到的是伊穿红色的洋装，我就写起哩。结果迄讲了，你摇着，我摇着啊呢。迄个时阵就已经沟通课进前是沟通课了后啊，这是旧年的代志。我沟通课是前年准年去学的。只不过讲，我迄天看到迄个相片的时阵，虽然迄个型无共，毋过色地啊，还是讲伊的头毛拢是，造型拢是共款的，我就感觉哇，起家舞会呢，真正是。你今日讲我要着我的生啥物款来？你讲啥物？你今日讲我要着我的生啥物款来？真的是无啦。你讲要着讲阮会读车？哇，无呢，我是要着讲恁一个穿白，一个穿乌的啦。落袂落去啊！安尼无准，这无准。所以你是看伊的相片想伊的造型？我无看伊的相片，应该是因为我知影伊内底写啥款。我因为我知影伊唱一条歌，伊就是伫咧梦中内底。我就是想伊写做啥物款伊就穿红色的衫。我就看到伊穿红色的衫，厉害啊！其实恁大家拢会当练习。后一支鹿头后尾是偌济？就是安尼。你刚才我讲的迄个学妹啊，伊讲因定定拢会要讲头前迄台车，咱等下看到的头一台车是啥物色，伊的车牌号码是几号？虽然话无可能100%，过哪会当要到6分7分就一定足厉害的。但是这会使渐渐练习，对，一开始可能拢会使练习。一开始可能会当就是要到1支，再来要到2支，再来3支，再来6支就会当6合彩啊！丢淘菜啊！反正没我袂讲的啦。这奖金的部分，会记的，甲阮经纪人联络一下。经纪人哦，经纪人哦，再个叫用纠正。经纪人哦，经纪人，经纪人是你管理的钱的人，这叫经纪人。我是毋知有你管理的钱无？可能嘛是。经拢有。好啦，安尼就是经纪人啊。将管理经济的人就叫经纪人。那想要问讲，你即摆敢有伫接案？最近较无，因为最近的时间的关系。时间较忙就对啊。之前有伫接？有，之前有。大家开始是毋是爱有迄免钱的练习？系啊。我家使做迄个。来啊！你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对无？这个免钱的无。问遮尔侪问题，就是要讲这个来。等足久诶，等咧十几分钟了，再讲出一句话。哪有问题咧？你想问讲，你一般拢是用华语沟通哈？一般拢是用华语。敢有试过用台语甲迄沟通？我甲你讲真正，比如讲阿公饲的狗，就是爱用台语甲伊讲啊。真正有一只狗啊，甲我讲台语。真的贵啊！你啊！我刚看到你的题目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呦，那只拄好。因为我摇着我的直觉的狗讲你。你看，这就是缘分呐！跟你转。对，一只狗甲你讲台语。对，因为迄是乌狗。毋是，毋是的，红色的啦，拉布拉多迄种诶。你我头壳内底有画面啊！很流的病气啊！这是我喊啊，我落袂落啊！这是老官。我头壳内底有一只黄色的拉布拉多，我想讲先黑白讲一个黑色，结果伊讲毋是，我想我无。你真正有你真的，我想我头壳内底讲的迄个讲。对，你看，这
就是这个直觉，你袂当去怀疑你讲，我讲想敢是第一。就没我到时阵我来甲恁沟通啊。你去报名，你去报名。但是我无钱呢，以下开放岛内安尼，岛内后边去上课。后来即只是个拉布拉多甲你讲啥？其实我袂记伊甲讲啥呢，啊，只不过伊一开始甲讲，你好，我先甲伊拍招呼，我会甲伊讲，你好，我是你的主人，叫我来甲你开讲。啊，所以因主人是讲台语的，因主人会晓讲台语，啊，毋过伊平常时啊，我其实无特别甲伊问讲你是用华语还是用台语甲你会甲我讲话，对，只不过伊一开始。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用台语甲伊讲话，你哪会用想要用台语甲伊讲？我嘛毋知做主人呢。就是讲你好安尼。系啊，伊会讲好啊，你会甲我讲，我想我就甲伊主人讲，伊才用台语甲我回呢。所以你一般接收到的信息是声还是字还是？伊会直接甲你讲话，伊会是安尼像咱安尼甲你对话。会对话，有当时嘛是有画面。伊会传画面来。主管这段你准较紧诶，主管。啥呐？无啦，阮主管伊较铁气，啊，查某人拢较铁气啦。毋通无信息啊。无你哪会接收一个看因兜诶猫仔生啥物款，然后等甲伊讲。虎斑。我丢，有一只，两只虎斑。哦，对，你看讲着吼，主管也听着，恁兜诶虎斑，你甲你讲话。我咧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演员，你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，就是磨练你的演技，甲找你表演的灵感，结合即个能力了，你敢有感觉讲对你工作上有增加啥物帮助，还是讲有互你得到啥物灵感无？无嘛，爱讲有这样。有啊。我是感觉讲，因为像我拄仔一直咧强调的，就是讲。直觉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表演嘛是直觉这件代志是足重要的，爱相信你伫表演当下迄个直觉，去做出适合迄个时阵的迄个选择。而且因为你甲动物沟通的时阵是做伫迄个当下的，就是伊嘛袂甲你转弯世角啊，伊就是。伊感受着啥就甲你讲，对。我感觉讲，你表演的时阵嘛是即个感觉吧，会提醒我家己讲，尽量是活伫迄个当下去感受即个角色的物件。其实听起来对你来讲拢是真正面的哦，真正面的。因为我感觉动物沟通即件代志是做疗愈的。就是。我嘛毋知疗愈要人讲，拢讲做爽快。系啦，是一件。我感觉舒适，真舒适，互人感觉真舒适，佮真爽快。大部分是做温暖的一件代志。不管是对沟通师本人，还是对主人，还是对动物，我感觉目前为止我当着拢是较正面、较温暖的感觉。感觉拄过迄动物，互你看诶，啥物主人无穿衫影？无啦。其实甲大家想可能无共伊无。其实我无法度看到遐尔尔清楚，而且伊嘛袂特别去甲你讲我妈妈拢无爱穿衫。我有看过有一个猫啊，伊就坐伫伊的迄个便所，伫浴缸仔内底，伊就坐伫迄马桶下边啊，咧看伊的主人。对。毋过伊互我看到的画面是主人的骹。嘿，看他是骹，还是讲伊就是某一个部分？迄个感觉就是感觉讲伊咧看伊的主人，毋过无看到伊主人的形。我问，无你家伊甲你讲，就是阮妈妈逐礼拜拢带无共款的男朋友回来。阮老做侪人来，我做烦恼的呢，有啊。目前我是无当着啦，到时阵我甲你的猫仔开讲的时阵，我才来问看卖敢是即个状况。阮兜的猫仔可能甲你讲，阮兜拢无人来变喏。哎呀，嘛替妈妈做烦恼的哟。对，可能阮囝做爱我呢。阮兜囝做爱我呢，伊无看到我会伫遐喵喵叫，我若人伫遐伊就爽啊呢。真诶，真好，安尼免沟通啊啦。对啊，无啥物问题，真好。嘛是有啦，嘛是想要问看因咧创啥。好啦，咱过来问讲，就是头拄有讲到，阮定是沟通师，即嘛嘛有做即种到厝照顾猫啊，即种宠物的灵母，即个。灵母兼保姆呀，你是咧讲保姆？年母，年母到饲灵，无呢，除了饲灵以外，代志拢会使。照顾宠物啦，我等下叫经纪人台戏。对伊的孝路公这种话解释，嘿啊，人是孝路啊，你可要讲一句。好啦，做这种照顾宠物的，敢有需要考啥物证照？即马台湾是无规定爱考证照，对，即个部分是无，主要是看良心，看良心。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那
真正真想要唱歌，歌，拢无法度接阮的歌。我是无少年呐，我是无法我度讲，我嘛是啊，特别拢是咱来宾你接我的歌呢，你想迄音较悬，好无我唱袂起你。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噔噔，安尼有爽无？爽快。好，我要继续问，就是你敢会感觉即个宠物沟通的能力，就是对你做灵物有帮助？我感觉无直接的关系呢，无直接的关系，无直接的关系。你过进前袂去甲伊沟通，袂，因为其实你要甲宠物沟通进前，你一定爱这是一种文书，对，所以你一定爱经过主人的同意讲。你会甲你的猫仔、甲你的狗仔讲，有一个人要甲伊讲话哦。有一个阿姨要甲你开讲，不，有一个姐姐要甲伊开讲哦。有一个阿姨啊，要来甲你开讲。系啊，你毋免惊哦，有啥物话想要甲讲，拢会使，因为这是两件无共款的代志嘛。对啊，一个是惊你的惊入你的心灵的，一个是惊入来领导的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两种无共款的代志，两种无共款的代志。去厝里替你照顾猫仔这件代志是，我感觉真正是做良心的事业，啊，佮有爱有爱心，佮有爱有耐心。啊，佮有一个就是主要是主人嘛爱信任，对啊，因为其实要互一个青婚人来阮兜，我足惊的呢。阮兜遐乱七八糟，会惊会来照顾的人，我惊出去世界甲别人讲，我咧讲哦，迄个乌边哦，因兜啊，拼甲规世界哦，涂骹拢是食的物件哦。无够啦，你安尼一直讲，我真正有碰到一个主人，伊就讲，其实伊本地就一直想要找我去照顾伊的猫咪，毋过尾啊，伊感觉。因为因厝诶实在太乱了，伤乱啊，伊歹势，毋过要找一个廖哥来者。阮顶一集是一个整理师啦。哦，我有听迄集呢。哎哟，哈哈，对，啊，伊就是因为想混啊，喏，袂甲你加钱哦，无法度。啊，毋过尾啊，因为无法度啊，因为要出国啊，啊嘛找无临时找无迄个会当互猫咪去的所在，所以尾啊，我就来讲好啦，我来替你照顾，应该无可能纯粹替你拼厝咧，无替你拼厝即项啦。我想讲，哪有可能乱甲安怎去？哪有遐行？结果真正是就乱。敢有路通行？拄好一条路，伊为着我要去。伊就整理啊，整理出一条路安尼，对，啊，一条会当行入去的路安尼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安尼猫咪活伫内底嘛是真辛苦呢，逐工拢伫咧迄叫啥物跑酷，反正伊就是会晓跑酷的一种动物啦。哦，对啦对，啊，想要请问讲这费用一般拢是安怎算？一般我即马看市面上差不多400块至400块，400块至千几块拢有。哦，看时间哦，看时间啊，佮看你有几只动物哦，啊，而且佮有看迄距离对无？啥物物件？距离啊，就是离恁兜去啊。对，佮有距离，啊，佮有迄个交通啊，佮有需要特别做另外的代志，比如讲饲药啊，哦，对，还是讲拍卡称，哎呀，拍卡称还当加钱，拍卡称拍半点钟迄种的啊。哦，拍到半点钟哦，可能爱加钱，我手嘛是。我就是拍半点钟迄种。哇！安尼我手可能还大只沙龙拍死。顶工诶，阮厝头家来甲我饲猫啊，我就对监视器甲看，想讲奇怪，安尼这半点钟内底拢一直有通知讲有人伫遐行来行去。结果我发现讲，阮厝头家坐伫阮兜诶涂骹，甲阮兜诶猫仔掠拍卡床拍半点外。哇！伊就用诶呢，伊可能就是想要离开因老母啊，想来阮兜拍卡床。阮兜诶猫伫伊边仔呢，连半点钟呢。哇，有够古锥诶！对啊。安尼就好诶，无怪伊会当踮伫遐半点钟。迄个时阵，全世界那个剩因两个尔呢。哎呦，那是一种心灵的点睛，你敢知？是，我感觉去厝里替人照顾猫仔，对我来讲上重要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做着陪伴。因为有当时啊去到因遐，我会感觉讲，哎呦，这只猫仔看起来就感觉孤单，有一点仔寂寞。啊，逐个拢会想讲袂啦，猫仔无需要人陪啦，袂啦，无根本就毋是安尼。对，因其实真正是有需要。有人去伫因安尼行行看看，甲伊摸摸看到伊就爽啊，伊真正看到就爽啊。除非当然有一寡猫仔是特别较惊人诶，讨厌别人迄种着咱嘛紧，咱就互伊自在就好啊。所以一般人诶印象本来想讲，就是像恁即种，就是来就是放一个饲料，换一个水诶，啊晒乌乌诶，啊得当结束啊。啊，我感觉讲毋是呢，我感觉我当做遮个代志，当然拢爱做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会感受着猫仔伊诶需求。
可能毋若是安尼，可能会回报，现场回报，会在现场回报互主人，互伊知影讲今仔日你的猫仔的状况是安怎，我今仔有个甲伊做啥物，算一寡物件，嘿啊。像一般就是，若是要找你照顾进前一寡伊的状态，是啥嘛是，我先甲你讲对。嘿嘿嘿，爱调查好清楚。听众朋友一点甲我共款，都想要问的是要安怎找你来做这个帮忙？是，这是我本人啦，毋是我想要问的啦。听起来就没有问。这是足好找哦，因为我有迄个 IG，还有买种牙啦吼。随时甲阮私信的，私信的会使啊。这段工伤好不爱收100块？我啥物拢无讲爱抽成，爱抽成，有 case 爱抽成，爱抽成啊，爱抽一颗米上。好，上重要两母的问题那收钱的问题，咱都已经问了，过来。所以你拄则已经工伤过，无搁互你工伤一摆。好哦，感谢你呐。你3月份的时阵，嗨嗨德兰先生。那雄雄变一拍，我可是你要讲过你两母的代志。是，我讲一遍，无紧，你接落讲啦。你拄则要讲嗨嗨啥物？嗨嗨德兰先生哦。嘿，嗨嗨德兰先生，3月份的时阵，上新的一季就要上档啊。哎呀，消息真灵通呢。系啊，因为我嘛有去哦，你嘛有去哦，所以你是为着甲你宣传。为着我带你宣传，当然啦，大牌嘛是，因为我是公公司的人，安尼做伙宣传，安尼我最后嘛是当去讲一下我这尼泊的迄个，会使啦，会使，我来个加掉，你再哎呦，好啊，安尼我就尽量讲，嘿，阮有迄个 IG，还有卖种牙的叫做猫咪保姆到你家。U and Kenny 就等诶，无要紧啦，回头阮迄个po文出来时，你若想要留话，你家己来阮那个。好不好？不你查陈婉婷嘛，写晒。好。陈婉婷的部分，所以若是听众朋友对这宠物沟通有兴趣嘛，是使对迄个所在入去。会使，咱会当来交流一下啊，因为我毋是介厉害，只不过我感觉这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。然后今日来找婉婷来是想讲，就是因为这个宠物沟通的部分真正是伤麻烦啦。阮一般就是无拄着会晓讲台语的人，会使来教阮就是开讲这个部分，无好找。我搁做后现这个部分的，毕竟讲我家己是一个有饲猫的人。白边虽然讲你无饲猫，但是你其实嘛，我有去 Google， 就是讲迄心灵的交流，我就感觉足神奇的。对，足神奇的。虽然讲阮嘛无算足铁气的，但是嘛无足迷信的。就是讲看故事嘛是，就是一个以一个台语来开讲无共款的主题，是啊，甲大家分享。结果有叫人来甲咱就是工商服务，工商咱的导览先生，咱就无法度甲伊讲。我真正是足有心的啦。对，系啊。你看导览先生呢，他说要不要绑自己进前，伊就已经替咱讲出来，真赞。到底是啥物时阵才要碰上？我有迄台语来买种药，请大家家己去看。上新的消息，请想看台语来买种药，还是导览先生的买种药，家己去看哈，家己去看。嘿啦，阮到时阵要报进前，阮迄小编听你讲嘛是会讲出来啦。好，听众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听吼，尽量听。嘿，我安尼开讲的时间出菜，到底是要吐啥？出菜的时间真紧就结束啊！咱今日真欢喜，甲晚点来开讲，希望讲以后有机会，阮大娘会甲伊开讲。好啊！转那个这个主题。是。到时我再偷摕阮的主管的娘互你看，嘿好。甲伊沟通快，平常时啊来创啥？会使看恁大娘啦哈。咱无等主管回来就直接甲伊。嘿，直接甲伊答应。好，今日咱真欢喜来到晚点因的地盘。真的。来到贵宝地。对，好，会当收尾是个收尾起来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预备一摆哦，叫一摆哦。你好，今日我雄雄伫咧录音的现场出现一个奇怪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派。刚才是雄雄袂记你家己的名字叫吗？我都安尼啊。我最近有碰到一个，伊是我学校的学妹，学妹，伊是我学校的学学妹。
对，我等着。你个讲一遍。